香港嘅公園同河道邊，你可能常見到綠鬣蜥。佢哋睇落溫文爾雅，食素又可愛。但你知唔知，呢啲貌似無害嘅生物，其實正悄悄改寫緊我哋城市嘅生態版圖？佢哋嘅出現，背後到底隱藏住咩秘密同危機？曾幾何時，綠鬣蜥只係異國寵物，但隨棄養問題嚴重，加埋香港溫暖潮濕氣候，佢哋竟然喺野外繁殖成功，迅速擴散。呢啲強悍爬蟲唔單止同本地物種爭食爭棲息地，掘洞習性仲可能破壞河堤同基建，對城市環境造成破壞。究竟有幾多隻綠鬣蜥已入侵我哋家園？面對呢個日益嚴重嘅生態挑戰，政府同民間都開始採取行動，包括捕捉同教育。但綠鬣蜥生命力極強，繁殖速度快，要徹底解決絕非易事。呢個故事唔單止係外來物種入侵，更係對我哋人類自身行為嘅深刻反思，對寵物嘅責任，以及對大自然平衡嘅尊重。我哋可以點樣共存，同時又保護好本地生態呢？